喂，各位村民，大家平安。伊拉等下我马普拉，布拉有注意报告。Cuma ku kirimu aja kamuku ripatagidanga susah via za YouTube sa ikenjia za kamuku. Bulayo. 那为法大概是那个，你有没有觉得你们讲主语的时候，只要有“乌”结尾的，就是叫别人做什么事情这样子，你有感觉吗？换一个方式问你，比如说你煮好饭了之后，开动，请吃这样子。那如果说客人来家里，然后说请坐，那就对吗？吼，所以呢，是不是“乌”结尾的都是叫别人做什么事？这个是文法吗？好像每个地方的用词不一样呢。东西放在这里，你们要讲放这里。比马肉是慢慢啊，就是东西比马肉放在这里，比马肉是不是比马肉这样？乌结尾。有的时候结尾有的时候不一定有那个乌啊。那你讲一个没有乌的。2,000 years later。你要加油，你把回来回来都。千万要记得，把那个人就。大概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没记住这些。这是一个文法吗？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不晓得，可能是巧合吧。还是凤飞飞？哎。世上的人啊，这样的。巧合。好，我写起来，请坐。好了，就买嘛下。你看，一堵。你教别人过来的时候也是一堵，对不对？三弟们叫跟鲁，跟鲁也是乌啊，不一样的字，可是他们都用乌。不晓得那个结尾怎么有，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很酷？你以前有发现吗？根本都没去研究这些什么。为什么那个语音都有那样的？还有像多吃一点啊。塑料布干嘛？呀，你看。塑料布干嘛？塑料布也有物。塑料布就是吃多一点。可以了，今天写的够多了。好，你可以睡，放过你了。可以去睡觉了，打跟斗。哎，你看打跟斗也是。那今天就写到这里哈，我要走喽。OK，上午。哎，也是5。